告訴你一個好殘酷嘅事實，你每日以為最養生、最健康嘅生活習慣，其實可能正正就係你身體裏面靜悄悄但偉大緊各種慢性病嘅幕後黑手。呢個真係唔係靠嚇，你望下周圍呢類例子真係多到你唔信。有好多朋友為咗減肥、追求健康，餐餐清淡到只食白蔬菜、啃番薯、番瓜，結果反而愈食愈冇精神，成塊面黃粗粗，毫無血色。又或者有啲人一聽到血糖高，嚇到連肉都唔敢食多兩啖，餐餐食素，結果一 check 血糖指數依然高企，每日活喺焦慮同壓力裏面，全身上下呢度痛嗰度痛。我哋明明已經用盡方法去養生，但點解身體反而越嚟越唔聽話？其實問題唔係出喺你唔夠努力，而係你努力嘅方向一開始就錯晒。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呢本由哈佛同麻省理工博士、後研究員本傑明、比克曼教授所寫嘅《人為什麼會生病》。呢本書徹底粉碎咗我過去對健康同生病嘅固有認知。如果用一個生活化嘅比喻嚟講，我哋以前對付慢性病嘅方法就係喺度玩緊打地鼠，頭痛就食止痛藥，血脂高就食降脂藥，邊度出事就塞邊度。但係我哋完全忽略咗喺地底下面嗰個源源不斷將地鼠推上嚟嘅總開關。當我讀完呢本書，明白咗呢個底層邏輯之後，我好似突然間攞到一本身體疾病解密地圖檔。原來肥胖、脂肪肝、高血壓，甚至你每日下晝嗰種攰到根本做唔到嘢嘅腦霧狀態，情緒莫名其妙低落，呢啲睇落完全冇關係嘅病症，背後其實全部都係由同一條導火線拉埋一齊。今日呢段口播會幫你將呢張地圖一片一片淡拼好，聽完之後你唔單止會重新認識自己嘅身體，仲會得到一個非常清晰而且即刻可以幫到手嘅飲食同生活調整方向。你準備好打破你一貫嘅健康迷思未？我哋依家即刻開始。首先我哋要打破第一個，亦都係影響最深嘅誤區。一提到糖尿病、脂肪肝或者三高，你第一反應係咪覺得呢啲都係阿爸阿媽甚至爺爺奶奶嗰輩先要擔心嘅？老年退化病，如果你仲係淡諗，但現實真係非常之殘酷。呢本書直接指出，呢啲纏繞現代人嘅代謝類慢性病，佢哋最核心、最源頭嘅啟動引擎，其實係一種叫胰島素阻抗嘅生理狀態。最令人震撼嘅係，呢種狀態往往喺我哋20-30歲甚至更年輕，身體外表睇落仲好健康嘅時候，就已經喺體內靜悄悄地扎咗根。咩叫做胰島素阻抗？唔使驚。啲醫學名詞其實好簡單，你可以將胰島素想象成一個大腦嘅大腦黨，或者一包房門鎖匙。每當我哋食嘢，血糖升高嘅時候，胰島素呢條鎖匙就會走去敲細胞引擎嘅大門，將血液入面嘅葡萄糖，即係能量燃料，送入去細胞裏面，等身體有動力運作。正常情況之下，呢個系統運作得好完美，對唔對？但如果有一日，你嘅細胞引擎大門因為長期被轟炸而生晒鏽，卡死咗，胰島素呢條鎖匙扭極都扭唔入去，呢個就係胰島素阻抗。當燃料送唔入細胞，你嘅身體就會開始慌。死啦！點解細胞仲未有能量嘅？係咪鎖匙唔夠多啊？於是大腦就會向胰臟下達指令，要佢拼命加班，瘋狂製造更多更強大嘅胰島素，企圖用暴風式嘅力量去將細胞大門撞開。呢個機制會帶嚟兩個極之災難性嘅後果。第一，你血液入面嘅胰島素水平長期處於一個高度唔正常嘅恐怖狀態。第二，雖然你血液入面滿滿都係能量、葡萄糖，但因為細胞大門卡死咗，細胞根本食唔到嘢，所以你依然會覺得好肚餓，手軟腳軟，瘋狂渴望食甜嘢。而血液入面那些送唔出去嘅葡萄糖，身體唯有將佢哋全部打包，轉化成脂肪，儲存喺你嘅腰圍同內臟。所以高水平嘅胰島素其實就係身體開啟瘋狂囤積脂肪嘅最猛烈信號。睇到呢度，我真係成個背脊都出晒冷汗，因為我回想起以前，我自己同好多身邊嘅朋友都經歷過呢種狀態。明明食飽餐飯，但到下晝3-4點就會餓到心慌慌、手震震，一定要些下午茶、西餅食先頂得順。每次食完飯之後，個人就攰到對眼完全擘唔開，成個腦浮下浮下。而且最恐怖嘅係，無論你點做運動，肚腩嗰嚿救生圈肉都好似黐死咗啖，點減都減唔走。依家我先明白，呢個根本就唔係因為你意志力薄弱或者為食，呢個係你身體嘅胰島素功能已經一早失控，喺度向你發出緊求救警報。書入面講到一項好關鍵嘅動物實驗，科學家準備咗2組老鼠，俾佢哋食卡路里一模一樣嘅食物，但係其中一組老鼠嘅食物配方係特別調配到會刺激體內胰島素狂飆嘅，結果令人大跌眼鏡。
食完之後，胰島素飆升嗰組老鼠體重直線上升，而且全身上下囤積嘅全部都係脂肪，而胰島素平穩嗰組就算食同樣嘅熱量，身形依然 keep 得非常好。呢個實驗直接話俾我哋知，人體絕對唔係一條熱量入熱量出嘅簡單數學習題。你身體入面嘅荷爾蒙環境，特別係胰島素，先至係決定你食完嘢之後係將能量拎去燃燒，定係將能量死死鎖喺脂肪細胞入面嘅最高指揮官。但我哋到底係點樣一步步將自己逼入胰島素阻抗嘅死胡同？教授指出，最大嘅元兇好可能就係現代人最推崇嘅少食多餐飲食法，加埋無處不在嘅高精緻碳水化合物。你想下，你一日除咗食足3餐，中間仲要加餐食個蘋果，咬2塊餅乾，飲杯真奶，你嘅血糖一日到黑就好似喺海洋公園坐過山車站，起完又落，落完又起。你每升一次血糖，你嘅胰臟就要被逼出嚟洗地降糖。一日24個鐘落嚟，你嘅胰臟就好似一個不停被鞭打嘅陀螺，完全冇得抖。而你嘅細胞一日被胰島素呢條鎖匙插足10幾20次，換作係你都嫌煩啦。於是細胞直接扮盲，大意失對胰島素嘅信號越嚟越冷淡。呢個就係你慢性病起步嘅第一步。所以想要真正自救，最有效嘅方法唔係去食更多保健品，而係要學識放手，俾你嘅胰臟同細胞有休息嘅機會。具體點做？唔需要你一嚟就搞好極端嘅斷食，但又好容易會因為太痛苦而放棄。一個每個人今晚就可以開始做嘅第一步，就係先將餐與餐之間嘅零食同甜飲完全戒掉，做到一日正正經經食足3餐，餐同餐之間只准飲水、無糖茶或者黑咖啡。淨係堅持呢個動作2個星期，你就會發現一個好神奇嘅轉變。你下晝唔再容易眼瞓，食飯前亦都唔會再出現嗰種令人抓狂、想讓人打交嘅餓到發慌嘅感覺。呢個細微嘅調整，正正就係你身體開始修復代謝系統嘅起點。好啦，明白咗胰島素阻抗呢個核心大腦之後，我哋就可以用呢個思維嚟解開現代人最痛苦，亦都最容易令人抑鬱嘅難題。點解減肥永遠都失敗？每逢講到減肥，大家聽得最多嘅一定係卡路里赤字，食少啲，喐多啲，只要攝入少過消耗，你就一定會瘦。但點解你明明餐餐食得好似隻兔仔啖，跑起步嚟好似隻牛啖，個磅好似壞咗啖，一喐都唔喐，只要一頂唔順，食反餐好嘅，體重即刻報復性反彈，甚至比之前仲要肥。比克曼教授話俾我哋知，單純靠計算卡路里去減肥，根本就係本末倒置，因為呢個理論完全忽略咗人體內複雜嘅荷爾蒙控制中心。當你身體處於胰島素阻抗嘅狀態，血液入面嘅胰島素長期高企。你要記住，胰島素除咗負責降血糖之外，佢喺體內仲有一個極之霸道嘅身份——脂肪儲存庫嘅終極大鎖。只要胰島素水平一日唔降落嚟，佢就會將你全身嘅脂肪細胞們鎖得死死，嚴禁任何脂肪走返出嚟燃燒，提供能量。呢個時候，你雖然用超強嘅意志力去節食、捱餓、製造卡路里缺口，但你體內嘅荷爾蒙信號卻喺度瘋狂大叫，出面發生緊大饑荒啊！快啲鎖死所有脂肪庫存，千祈唔好用。結果為咗自保，你身體會主動將你嘅基礎代謝率，即係你每日呼吸、生存所需要嘅基本熱量調到最低。你會開始覺得全身好凍、無厘精神、甩頭髮、脾氣暴躁，成個腦都塞滿晒炸雞同蛋糕嘅畫面。呢個根本唔係你意志力唔夠，而係你體內嘅荷爾蒙用生理手段逼你去嘢食嚟拯救佢以為正在挨緊餓嘅身體。呢個就係一個典型嘅惡性循環。你用極端節食去對抗荷爾蒙，身體以為遇到天災，進一步降低代謝，脂肪被鎖死不放，你變得更累更餓，意志力終於崩潰，暴飲暴食，體重報復性反彈，脂肪反而儲得更多。你覺唔覺得你之前減肥，其實一直都係喺度用電油去救火？書入面有一句話直擊我心臟：肥胖其實唔係因為你食得多、喐得少而造成嘅。啱啱相反，係因為你體內囤積咗過多無法被釋放嘅脂肪，導致你被逼要食得多、喐得少，嚟為呢個龐大嘅脂肪庫提供運轉能量。我身邊有一位朋友叫阿黃，佢嘅減肥血淚史就係最佳嘅寫照。佢有一陣子迷信網上嘅極速瘦身法，一日只准自己食一餐，得幾塊胎雞胸肉同幾塊生菜，仲要每日去 gym 房狂跑2個鐘。第一個星期磅數確實跌咗好幾磅，佢開心到不得了。但到第2個星期開始，體重就停滯不前。更可怕嘅係，佢開始極度怕冷，夏天都要着長袖衫，
脾氣好似炸藥彈一踩就爆，夜晚仲失眠。最後有一晚，佢終於頂唔順，半夜起步去便利店買咗幾包即食麵同埋3大件芝士蛋糕，一啖氣吞晒落肚。結果短短1個月內，佢唔單止反彈翻晒之前減走嘅磅數，仲比以前再肥多咗10幾磅，成個人徹底崩潰。佢身體唔係同佢作對，佢身體只係喺度拼命執行保命指令。所以真正想要瘦得健康、瘦得持久，關鍵唔係同卡路里死卡，而係要先學識點樣調低你體內嘅胰島素水平，將你個脂肪倉庫嘅大鎖打開。實際嘅操作其實完全唔痛苦。第一，重整你餐盤嘅內容，大幅度減少精緻碳水化合物，如白麵包、即食麵、珍珠奶茶、白飯，轉而用大量嘅非澱粉類蔬菜、優質蛋白質，如雞蛋、雞肉、魚肉，以及健康嘅油脂，如橄欖油、牛油果、堅果，去填飽自己。蛋白質同油脂唔單止內飽，最重要嘅係佢哋對胰島素嘅刺激極之低。第二，縮短進食窗口，你可以嘗試最簡單嘅14、10或者16、8進食法，即係將你一日嘅3餐集中喺8至10個鐘之內食完，其餘時間只飲水。咁樣做嘅目的係要俾你身體留出一個超過14個鐘嘅低胰島素空窗期。得喺呢個窗口時間，你嘅脂肪大鎖先會打開，身體先會真正開始搬脂肪出嚟燃燒。當然，如果你係孕婦、有低血糖歷史或者腸胃病患者，千祈唔好盲目跟隨，一定要諮詢專業意見。當你將目光由卡路里數字轉移到荷爾蒙平衡上，你會發現減肥原來可以好順應人性，好自然，完全唔需要過住苦行僧般嘅自虐生活。如果話胰島素阻抗係慢性病嘅主開關，荷爾蒙失調係肥胖嘅背後元兇，但接下來呢一點就會將所有現代人奇奇怪怪嘅小毛病全部用一條線穿起來。大家可以諗下，你身邊有冇人，甚至你自己，長期面對住呢啲問題，明明瞓咗好耐，但依然覺得好攰，經常性頭痛、濕疹反覆發作，鼻敏感一吹風就打噴嚏，胃脹、胃酸、倒流，或者情緒好容易陷入抑鬱同恐慌。去醫院做晒全身檢查，醫生通常只會同你講器官冇事，你呢啲係亞健康、自律神經失調，平時注意休息啦。呢本書話俾我哋知，呢啲看似完全無關，散落喺身體唔同部位嘅症狀底下，其實正正有一把隱形嘅火，一日24個鐘，一年365日，喺度日夜不停啖悶燒緊你嘅細胞。呢把火就叫做慢性低度全身性發炎。呢種發炎同你平時整親手指紅腫或者喉嚨痛嗰種急性發炎完全唔同。急性發炎係身體嘅自衛機制，打完仗就收兵，但慢性發炎就係一堆埋喺你體內肉眼睇唔到嘅微小炭火。佢唔會令你痛到要即刻睇急症，但佢會每日一點一滴啖去氧化你嘅血管壁，破壞你嘅神經元，侵蝕你嘅關節軟骨，最終引發動脈硬化、腦退化症，以致各種自體免疫系統疾病。但呢把可怕嘅慢性火到底係點樣點着嘅？最大嘅火源依然係我哋前面提到嘅高胰島素水平同胰島素阻抗。因為當細胞對胰島素產生阻抗，能量進不去，細胞內嘅線粒體就會超負荷運作，產生大量嘅自由基，直接引發強烈嘅促炎反應。而我哋現代人嘅飲食習慣仲喺度日日為呢把火倒火油。我哋依家出街食飯，叫外賣或者食超市買翻嚟嘅零食，入面用嘅植物油，好似大豆油、葵花籽油、粟米油，全部都含有極高比例嘅 Omega-6 脂肪酸。Omega-6 在體內會轉化成強烈嘅促炎因子，而真正可以幫身體救火嘅 Omega-3 脂肪酸，主要來自深海魚、亞麻籽、核桃。現代人卻嚴重攝取不足。醫學建議，身體最健康嘅 Omega-6 同 Omega-3 比例應該係大約4:1，甚至是理想嘅1:1。但係現代都市人嘅飲食呢個比例已經崩壞到誇張嘅20:1，甚至更高。你諗下，你體內一方面因為胰島素阻抗而不停點起火星，另一方面你每日食落肚嘅沙律醬、外賣炸雞、起酥麵包就不斷將高濃度嘅 Omega-6 油倒落去，呢把慢性火就淡養喺你嘅大腦、血管同關節入面，默默燒咗10年、20年，直到有一日量變引起質變，醫生直接寫下一張慢性病診斷書。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好多朋友喺改善飲食、戒咗精緻碳水同埋換咗好油，例如橄欖油、椰子油之後，最先改善嘅往往唔係體重，而係纏繞佢哋多年嘅偏頭痛突然好返、濕疹唔再發作、個人精神煥發。因為佢哋做對咗最根本嘅兩件事：第一，調低胰島素，拿走了點火器；
第二，調整脂肪酸比例，減少咗畜鹽油，補充足夠嘅消防員 Omega-3。我自己就是活生生嘅受益者。當我開始實踐呢套飲食法，減少食茶餐廳嘅粉麵、精製麵包，多食靚油脂同蔬菜之後，最令我震驚嘅係，我下晝3、4點嗰種整個人被抽乾精力，成個腦好似塞咗嚿濕棉花啖嘅腦霧咁，竟然完全消失咗。我嘅頭腦變得前所未有地清醒，情緒亦都穩定咗好多。嗰一刻，我徹底明白，食物絕對唔單止是卡路里，它更是你每日輸入俾身體細胞嘅編程指令。你食咩落肚，直接決定了你身體內部究竟係烽火連天定係風平浪靜。今日我哋將呢本《人為什麼會生病》嘅核心邏輯由淺入深淡拆解咗一次，由最底層嘅胰島素阻抗講到荷爾蒙失調引致肥胖嘅真相，再講到慢性發炎點樣一步步吞噬我哋嘅精力。唔知大家聽完之後會唔會有一種撥開雲霧見青天嘅感覺？呢本書最寶貴嘅地方，唔係俾你一張死板嘅7日減肥菜單，因為世上根本冇一套方法適合所有人。它給予我們嘅係一種比方法更重要嘅系統性思維方式。它讓我們不再用頭痛醫頭嘅症狀思維去過日子，而是學會用一個生態系統嘅角度去重新看待自己嘅身體。當你下一次再覺得好攰或者體重卡住嘅時候，你唔會再盲目地去怪責自己，亦都唔會再去食更多不知名嘅藥丸。你會開始靜落嚟問自己，我最近係咪俾咗太多血糖壓力我嘅胰臟？我體內嘅慢性火係咪又燒緊？我是不是應該俾身體好好休息一下？健康的本質從來都不是一場要將疾病隨之而後快嘅戰爭，它更像是一場微細嘅生態修復。你嘅身體就是你呢一生中最寶貴嘅花園。過去你可能因為無知喺呢塊地上過度耕作，亂噴化學農藥。依家你明白咗底層邏輯，你就知道要學會休耕，學會施有機肥，學會防火。呢個修復過程完全不需要你追求完美。由今日開始，用一杯暖水去代替下午茶嘅含糖凍飲。由今晚開始，提早半個鐘熄燈，放低手機。由每次覺得焦慮、手足無措嘅時候，合埋眼做3次深呼吸開始。你每一個細微嘅好選擇，其實都係喺度為你體內嘅生態平衡投下最神聖嘅一票。真正嘅健康往往源於你不再將身體視為敵人，而是學會去聆聽它、理解它，並且開始溫柔地同它合作。最後，將我讀完呢本書最深刻嘅一條感悟送俾大家，希望可以溫暖到正在努力改善生活嘅你。我們無法控制生命中隨時颳起嘅風暴，但我們可以由今日開始為自己打造一艘更加堅固、更加耐風浪嘅船。